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的来宾是刘碧君，是台湾头一位野球女性的主审哦。2017年，美国国务院选伊去全球女性运动领导人计划，并且咧伫美国国务院接受访问啦吼。另外咧，共选做是全球体坛上届有影响力的这个女性第19名，嘛得到国际奥会女性甲运动奖的这个世界奖座啦吼。过去细汉时阵，伊6岁时阵就向报名牌，15岁甲人合开这个道场啦。学生时代就时常有人来找伊问事。不过26岁时阵呢，决定要退出竞标啦吼。戴天明伊开始思考安怎用伊家己的这个影响力改变这个女子这个棒球啦吼。不过天明团女赛君主成人刘宏德，今日在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看刘碧君的故事。野球伫早前的传统观念是属于查甫的运动，伫当时查某若是想要拍野球、参与野球运动，拢会受到歧视，甚至被赶出去运动场。这对热爱野球的刘碧君来讲，是受到真无公平的对待。读高中的时阵呢，阮学校迄当阵拍迄个金龙杯吧、金龙旗啊，全台湾拢足侪球队成立，啊，阮学校嘛有成立。啊，迄当阵我是想要加入啦，我嘛想要拍。啊，学校就讲无啦，迄无查囡仔咧拍啊咧，所以迄当阵我就无拍。毋过迄就是一个遗憾，你知无？我足想要穿球衫去球场拍，毋过就足毋愿的，我就毋敢讲奇怪啊，为啥会查囡仔袂使？啊，毋则了后，差不多高中、大学，我就去做迄个义工。伫野球运动一开始拄着困难，不过刘碧君无放弃对野球的热爱，无法度加入球队，无就去球队做义工。伫做义工的过程，嘛找到方法付出。徛裁判是我嘛会使付出的方式，就是讲恁拍球遐练球遐辛苦，啊，我好好做裁判，我会帮助这比赛会使顺利的迄进行。啊，我感觉这是我为台湾的棒球的付出，所以我就感觉讲我就足介意徛裁判，啊，佫有通留喺球场顶头吼，啊，重要比赛咧嘛免买票，阮就坐徛喺遐看，哎，真好这工课。我真介意。也算摇滚区的。想尽办法，互家己有接触野球的机会。伫野球运动一路行来真辛苦，嘛互刘碧君想要改变传统野球的印象。伫2017年，得到去美国受训练的机会，可以发现家己的力量变大，嘛开始思考如何用家己的影响力改变女子野球。AIT 有送我去美国受训。啊，去受训了后，大家就讲哦，你做裁判足了不起的啊！你安尼鼓励足侪迄落查囡仔，你落马道安尼，敢若我做的代志，敢若算袂歹呢。啊，佫有法度，互咱台湾去互国际看到。所以我就了后，我就决定讲啊，我爱佫较认真。啊了后，我就开始较积极较积极来迄落来投入迄个迄落协会。啊，就主要是我嘛是总钱啊，拢是。就这义工吼，大家斗3工。还好吗？还好吗？好，手套拿起来挡着你自己哦。对，耶，还不错，还不错。其实我们协会就是站在一个推广女子棒球的一个立场，国际的趋势就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活动，那不是只男棒女垒这个样子的东西，那女生也可以打棒球。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北中南3地的体验营，让所有的小朋友喜欢棒球，你完全没有经验的女孩子，只要你有兴趣，你有兴奋，你想要打棒球，你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来。然后我们只是希望给所有的女孩子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举办体验营活动无限制条件，只要介意野球，拢会当来体验看卖。是舅舅一开始先带我去球场，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我就坐在拉米狗那边，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棒球很好玩。玩棒球嘛，玩7年。但是我还是很怕球。啊，棒球这运动就是吼囡仔活动啊，伊伫细汉的时阵，我就带伊去球场看职棒啊。啊，伊就真有兴趣，我就教伊。啊，其实是上重要是爱教互伊看了解吼，要怎看棒球，伊才会喜欢棒球啦。系啊，啊，伊就伫细汉就做兴趣的啊，对国校啊2年开始啊，就较真啊。
台湾女子野球运动推广协会除了有体验营以外，也举办国内外交流比赛，希望借由推广宣导，让野球莫受到性别的限制甲歧视，颠倒是一个任何人拢会当参与的运动。这个天命团女赛。君主成人刘宏德，今日咱碧君来到咱节目现场，欢迎。嗨，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碧君 Sophia。Sophia 啦吼，大家熟悉你有一种原因，就是这个通灵少女啦吼。但是大家爱搁认捌的是你是台湾头一位这个女性，这个野球的这个主审。是。这真正无简单的。家己的兴趣啦。安怎讲咧？自细汉时阵就爱看野球啊，甲爸爸甲厝边头尾安尼咧耍啊。啊了后读高中的时阵，迄当阵做囡仔时阵有想要参加球队嘛。啊，阮学校遐拢无球队。啊，高中的时阵，迄当阵野球足穿的，啊，足侪学校拢有成立迄个野球队。我嘛想要报名去参加。啊，迄当阵老师就讲查某囡仔无收啦，吼。查某囡仔无收。嘿，无收，嘿，拢查甫囡仔咧拍。啊，迄当阵13岁啊，你嘛毋知，我就老师讲袂使就袂使。啊，毋过足硬气的，就想讲奇怪，我拍了无遐尼歹啊，我嘛会肯字会拍字，奈我爱我参加安尼。啊了后。我高中、大学拢有去做义工啦，就是讲因为介意野球，啊，就去做义工，就是讲陪囡仔拍球啊、耍球，啊，带囡仔去比赛安尼。啊了后，就感觉讲，有当时迄裁判判怪我。判了无好安尼。我伫边仔足生气的，安尼啊，甲伊亮啊，甲伊换安尼。啊了后，我就甲有一摆咧新北市遐比赛，啊比赛了。拍输我足硬气，我就甲迄个裁判讲啊，我讲我知影我会输，不过你袂使安尼黑白判，阮囡仔嘛讲足认真咧练球的，你至少要有一个公平的比赛安尼。我就问讲啊，你是有牌无？你是倒位来？你叫啥名？我要去问看卖，讲甲帮委话，讲你安尼判袂使，啊因拢无爱插我，啊无爱插我就甲伊留一句，我讲我会做比判了比伊较好安尼。啊，迄当阵我就。迄个去网络遐找看讲是要安怎做一个棒球的裁判，啊了看到台北市有迄个港式，吼，就是4级的迄个港式，我就去报名咧。啊，迄当阵报名开始就一头栽落去啊嘛，真顺利吧？无一报名就头一工就足无顺利。安怎讲咧？因为报名阮用网络啊，伊迄网络去报名了，我去遐福林国小嘛，啊，伊当阵。讲是就爱先上课嘛，伊个动作大家拢袂晓啊，先上课。啊，我去报道的时阵，拢会发资料啊，规则啊，迄个册啦，遐资料。啊，要摕互我的时阵，伊就讲啊，你查某的啊。我讲嘿啊，你看袂出来。对啊，伊就讲啊，我看咧有查某要徛比赛，去棒球的啊。啊，因就讲你要去做记录哦。我讲袂啊，我就想要做裁判，嘿，我就想要咧球场做裁判咧。啊，你啊，迄个讲时时阵，6点钟拢有人来甲我讲，无查囡仔咧做裁判，你去做别项安尼。哇，大家就迄当阵就对这个查某囡仔要徛入这个棒球场啦吼。因讲无适合啊，无适合安尼。我讲啊，这是我的兴趣啊。啊，迄当阵讲时是3工，啊，第3工就是考试嘛，考试有笔试，啊嘛得去球场演练安尼。啊，我2工结束了后，伊就甲我讲，明仔你免来安尼。我讲为啥会免来？我明仔免来考，我就有法度摕到执照。伊讲无啦，你明仔吼来考过啊，啊，我嘛不爱请迄个查某的裁判，所以你明仔免来。嘛不爱互你，嘛不爱请你。嘿啊，伊讲所以你免麻烦啊，你就明仔免来啊。我就摕迄个录仔内底，我就摕收据来看。我讲先摆，我纳钱啊。掺明仔便当的钱，所以我明仔一定来考。我便当钱我纳落，我明仔一定要来。是，啊，就安尼考过啊。就考过啊。但是伫球场顶，伫咧做裁判的时阵，有因为这个女性这个角色咧判的时阵，有啥物这个死角菜，还是讲人就是讲啊，因为你女性，你就是安尼判安尼唔对。在球场，我老实讲，我感觉球场不管是教练还是球员，其实对我拢无讲较无好的态度。讲实在啊，是有当时雄因来看，查某的安尼错一条安尼尔，是还好。我较困难拢是其他的裁判的部分，因为可能拢无关系有查囡仔，所以古早啦，正无啊啦，古早10几年前，这一款传统的啥。
伊拄去球场就甲我讲，这块以后互你坐安尼。我本来讲哪会遐好，搁传一块以后我坐。伊就有先摆就甲我讲，恁查某的坐过以后我无爱坐啦。哈，有这种代志？嘿，阮迄当阵古早阮野球有诶哦，查某囡仔袂使摸球啊，摸伊的物件安尼。伊讲安尼会判毋着会啥？啊无就是讲，有别个裁判判毋着落来，就先甲我骂。讲我今仔看一个查某徛喺遐，我就知我会判毋着。哇！系啊，安尼啊。因为这是你女性的这个关系，因就甲你这个倒个为因啦。系啊，有当时阮裁判嘛，拢爱解释规则嘛，讲啊这安怎我煞安怎改。有当时我有一届嘛是甲迄个球员甲我问，我就甲回答，回答煞了嘛是先摆足歹啊，甲我歹讲。你捌啥？你查某你捌啥？你咧应啥？我讲我捌这规则啊，规则这书内底是安尼写。伊甲我迄书甲我拍掉，伊讲你查某你捌啥？你点啊。但是即阵咧，就是这个豆豆来做裁判了啊，大家嘛知影你啊，认捌你啊。这款的这个情况应该较少。啊无啊啦，无啊，这无，因为都慢慢你都我足幸运的啦。我拄开始安尼上艰苦，差不多经差不多2年。迄当真足艰苦，有当时咧球场。你无创啥，你徛喺遐你用骂，人袂爽，就是甲你叫。我一届咧，敢若咧嘉义吧，裁判判无好，嘛是迄当我是翻译，澳洲的翻译，伊就甲我骂讲，拢翻译比赛拢厉害。我就讲，我翻译甲你裁判有啥关系？我讲今日我也毋是裁判，你敢安尼甲我叫？为虾米我做裁判，恁大家拢会使安尼甲我糟蹋？迄真系足艰苦的。是。是加在迄当阵我做澳洲的迄个翻译，迄当阵了后，佫有做纽约Yankees，因来台湾的时阵，讲实的时阵，我做因翻译。伊嘛有拢当场拢有看到安尼，我去用骂，还是委屈的迄个部分。我会知，我一到我就甲Yankees咧甲我问讲，因安尼甲你对待哦。哪会使安尼？我迄当阵咧拿口，我就咧球场边，我就足委屈，我就哭出来。我讲，我刚刚想要做裁判尔，哪有遐困难？为虾米查某囡仔就是袂使做裁判安尼？演技上因就甲我鼓励，伊讲哦，大家拢会使看袂起你，你袂使看袂起你家己。袂使家己看起对吧？你一定爱相信，你若真正要做裁判，你就相信你家己是足专业的裁判。你就认定家己做会到，努力去拍拼安尼。而且呢，因为着要鼓励我，因就搁送迄个，阮裁判用的器具啊、马拉架，伊讲因美国出钱，规书拢做，拢做我呢。专业的这个主线的这个衫，因就介绍迄个品牌叫 All Star，头家介绍了，叫迄个头家就到一直到今啊，都是拢赞助我遮的马拉架、遮的装备，甚至。搁出钱送我去美国受训，是美国受训嘛，是一个真好这个经验对，去摕到美国大联盟因迄裁判校的执照，是，所以你有迄专业了，转来继续考 B 级，考到 A 级，就是迄国家级的裁判的证照，所以真正是真好啦，大家拢有足尊重的，甚至我有法度去甲别人教。去美国这道啦，真正是这个，互你这个世界观更较宽阔一个啦吼。但是迄当阵为着要判一场比赛，这个倒手吼，骨志气是毋？遮长摔长去。是。迄都旧年啦，我就去世界杯迄个女子的比赛，比赛进前一天我就咧那沙遐咧走走的时阵家己摔跋倒，跋倒的时阵我就知影按毋对，因为真正整了足厉害。嘿，因为叫我去看医生啦，我就想讲，下咧美国吼。小可刺伤啊啥有哦，人就不爱互你比赛啊，因惊遐危险。我就甲伊讲袂要紧啦，我家己迄个冰者就好啊，用迄爱斯个冰者就好啊，冰角啊。结果过顿工开始比赛，我就家己衫黄条的，白条的，因拢看袂出来。了后动作当然是怪怪。第一天迄个结束了后，阮咧裁判室的换衫嘛烫啊，我其实手断去啊，我根本无法度烫，拢香港。日本的裁判甲我斗烫衫，因拢讲袂使，你嘛只爱给大会讲。是。迄国际大会因看到了，伊讲叫医生来看，因叫我去送病院。我讲哦，我若送病院后，恁就不爱我比赛啊。我这世界杯2年才一斗，我毋知这是毋是我上尾摆啊。我讲你着互我徛啦，我着逐工互你检查，你着互我徛煞了，我才去病院安尼。想讲这是真无简单，才摕到这个机会啦。你阁是代表台湾，你安尼
气势，安尼就去迄个病院，安尼我讲我咧唔甘愿，啊所以迄当阵就安尼经差不多要2礼拜，啊转来台湾了，一路飞飞机我就先去急诊，啊急诊了，第二天迄医生明镜一看，伊其实急诊迄暗的时阵就讲这转去啊，啊就讲叫我爱随住院，啊过转当紧开刀，真正是险吼。系啊，啊袂讲哈，因为佫有刺伤啦，因讲吼，这佫拖落可能袂开刀，爱剪掉拢有可能。哇，真正是真伤重，若是因为安尼，但是因为这个机会啦吼，所以你无想要甲放杀去，但是这个骨质了。你的这个人生所行就较低调这个部分啦。哎啊，对啊，我古早吼，尤其我真是差不多这书吼，我只要出6本啦吼，一本是囡仔看，啊一本是棒球的，啊有4本，即第4本这本册就是咧讲我受伤的故事吼。应该讲感觉啦，因为我离我开始出书吼，差不多今年差不多第10档。是。这10档内底，我感觉我改变足济吼。啊，古早出书的时阵，迄当阵20几岁嘛，迄阵就拢甲大家讲，你爱打拼，爱努力啊，你会使改变啊，你就是爱对家己较严的啊，袂使放松啊，爱迄个骨力安尼。啊了，我这10年过了，我受伤的时阵，迄当阵心情足歹。啊，你想要创啥，你都无法度，你知无？啊。大家拢叫我休困，我渐渐佫无想要休困。啊，你无休困，佫等到伤佫较伤重安尼。啊，我就想着讲，哦，这真正敢若讲较早，别来人来宫庙来问我的时阵哦，当时看到人我就讲，你这空梦。啊，空梦是啥？空梦就是讲你做啥物物件，做啥物代志拢袂顺。啊，人就讲啊，我空梦安尼啊，我即阵我要安怎吼？我讲空梦上好，你就是食好饱。困好饱，啊！你啥物决定拢莫做，因为吼，你若空梦的时阵吼，愈做的决定愈唔对，因为空梦这个时阵，咧袂顺的时阵就是安怎，就是人讲袂听，鬼看哭哭惊，所以你几个选择了，你就选迄上歹迄个。我就会记讲，我古早清醒的时阵，我爱讲苦劝，讲啊，你若空梦袂顺的时阵，你就好好休困，莫急。吼，咱人总是讲较顺的时阵，嘛有无顺的时阵。啊，你的命运吼，行到这的时阵，就是天公伯啊，讲要叫你休困，好啊，休困一下，啊，甲休一下，吼，啊来检讨家己安尼。啊，讲拢会晓讲啦。啊，家己拄着的时阵，就讲哇，我当时才会好啊，我安尼我唔甘愿啊，我都爱我浪费时间啊啥。啊了，朋友加在啦，朋友嘛甲我陪啊，迄当阵足。讲实在，迄阵嘛足艰苦的，佫着爱上班，迄阵佫爱拍片，迄个第二集开始咧拍，啊佫爱读博士班，真正人佫足忝的，忝甲讲吼，忝甲讲，你拢自我拢会怀疑讲啊，我当初是哪会要安尼，当初是哪安尼，变做家己去空梦去啊。是，啊家己空梦了，加在是迄当阵边仔足侪好朋友，啊甲我陪讲啊，袂要紧啊，你着好好休困，啊，通好照顾家己。啊，迄当阵我嘛家己反省着讲啊，我古早真个性足硬，脾气啊足硬。我讲啊，我迄当阵手长去咧美国时阵，我佫歹主心。是。啊，迄当阵我就想讲，嘿，我想，我嘛想讲奇怪，啊，我还刺伤啥？我去互医生看是安怎？啊，我会使甲大会讲，我徛瑞信就好，莫徛主信，因为我佫徛主信，我佫去互球结着，所以因就咧笑讲，无定着症情无长遐严重，去互球结着佫较伤重安尼。所以我就想讲，其实我真有当时足固执到讲别人讲的意见我拢袂听。啊，有当时吼，你听别人意见吼，其实是对家己佫较好。所以我就甲家己，尤其讲。我10年来，虽然讲我足拍拼足努力，啊成绩嘛真好，毋过我定定感觉讲，佫无够，啊袂快乐就是讲，你着永远着感觉讲，我家己无够拍拼，啊我应该佫较努力，啊变佫较好才会使安尼。是。啊了，我受伤的时候，我就想讲，其实你要这个命啦，要钱啊。你若无这条命，无效啦。是，所以甲命先扣倒来。嘿，对，我就想讲健康才是上重要的啦。啊，就想着讲古早时也是伤计较的，得失心足重的。所以真正唔通计较，咱来看讲，
你有这个知名度了，你的这个身份甲这个责任是啥物？然后你嘛去做一下立成基金会这个经理啦吼。咱先来看讲，其实咱讲着这个通灵少女拍开咱这个碧君伊的这个知名度了后，伊现主是咧做的，啊，个未来要做的是啥物？咱做回来看。刘碧君伫大学选读社工系，大约伫4、5年前，伫同学的邀请之下，加入立兴基金会服务，伫三重埔的物资中心担任经理。物资中心是我平常时食头路的所在，阮是甲大家社会大众募一寡爱心的物件，敢若像罐头啊、泡面啊、流珠啊，甲遮的物件呢，由社工搁送予有需要的家庭。另外一方面呢，阮这边呢嘛提供遮受暴妇女呢有通好工课的机会，所以呢，阮遮有一个店面吼，会使卖大家管的物件，卖的物件呢，就等于讲阮会使纳厝税啦、水电啦、工作人员的薪水。优先将物资分配给需要的弱势家庭，其他有寄出来物资，嘛会刷到店面义卖，义卖所得专属用来支持基金会做更较侪的社会关怀。阮逐个月上少会使斗相共差不多700个家庭，所以逐个月初咧出物件的时阵，嘛是足惊人的吼。啊，物件大家管来的时阵，阮会先用迄个电脑先做登记。来看大家申请有偌济，申请偌济时阵，咱才会分，因为一定是无够，无够的时阵，阮就分讲差不多做平均安尼，若无够，阮搁去外口搁种安尼。物资中心内面有人负责找物资，有人负责甲厂商直接，嘛有管理人员专门安排妇女找头路的训练。所以阮遮有差不多半年的工课机会，有当时伊嘛有幼囡仔吼，未2岁。伊嘛无法度送去幼稚园啊，嘛无法度无钱去请人斗带，安尼伊就带囡仔来遮上班。阮遮算点钟的吼，就甲因排班，伊也是向讲，经理啊，我后礼拜爱开庭啥，袂紧，阮就伊放假。有诶咧遮的，因会有当想囡仔吼，伊因翁遐边挑顾伊拢无会看囡仔，有当坐喺遮咧哭。我嘛袂要紧啊，你伫哭，阮嘛会付薪水互你安尼。政经辅导和妇女未来会当顺利找到头路，毋来当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嘛会当建立自信。足侪妇女吼，你咧家暴吼，去用拍的时阵，毋是感觉讲身体拍，伊拢会安怎呀？来讲你无效啦，你出去枵死啦，囡仔顾袂好，你会晓啥物物件？你出去枵死啦。所以咧，阮足侪妇女呢。拄着这暴力的时阵，拢会感觉讲是毋是我做毋着啥物代志啊？我一定啥物物件无好，我若脱离这暴力了，脱离我翁的时阵吼，我出去外口会枵死，我啥物拢做袂好吼。来遮的时阵，阮就会是看甲教，比如讲有的吼，伊可能足久嘛拢无上班啊，伊嘛会惊讲我袂晓用电脑，我袂晓拍卡，阮遮就是豆豆甲你教。物资中心内面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妇女的就业辅导，提供弱势妇女有空间自由的友善工作环境，提升自信甲就业能力，新的生活会当为遮开始。上重要就是讲，来互伊遮适应，讲袂要紧，咱不管拄着啥物困难，咱新的人生会使为遮个重新来开始，咱就好好上班，好好请养囡仔。迄当阵甲朋友嘛有组一个女帮的协会，我主要就是鼓励其他的查囡仔，你若想要拍棒球，你若做裁判，你欢迎，你就是来试看嘛。咱做了好歹是一回事，不过你爱去试，莫有后悔安尼啊，世间无咧后悔药啊。伫咧国际奥会哦，嘛受到这个邀请啦，去做演讲啦吼。尤其你讲这个，虽然讲过去这个英语可能无遐练等，但是你嘛是无提过就去演讲，迄个经验是啥物？机会是啥物？这就是因为我做裁判了后，我嘛感觉讲，除了我家己做裁判足欢喜的，我嘛感觉讲，我无希望着别个查囡仔受到甲我同款的对待，所以迄当阵甲朋友嘛有组一个女帮的协会，我主要就是鼓励其他的查囡仔，你若想要拍棒球，你若做裁判，你欢迎，你就是来试看嘛。咱做了好歹是一回事，不过你爱去试，啥物拢爱去试，较袂
有较免卖有后悔安尼啊，世间无咧后悔药啊，嘿，啊所以了后鼓励足侪查囡仔来拍棒球啊等等，所以迄个国际棒总、棒垒奖，因都甲我提名去国际奥会，就是奥林匹克迄边，提名一个奖，就是女性甲甲运动的奖，啊，这个奖是全世界一个世界奖，啊5个州嘛，咱 Asia 啊美洲啥5个，啊所以一年有6个得着，啊我足幸运，我就摕到这个世界奖，所以因就邀请我今年3月去联合国遐，摕这个奖项，啊摕奖的时阵，就是因为我世界奖，所以我有一个演说安尼。啊，我就是感谢所有的迄个甲我斗相共的人，啊，佮有讲运动改变改变我，啊，我嘛想讲想要透过这运动，尤其是野球，帮助我身边的人。啊，上重要就是落尾啊，联合国嘛有甲我做迄个访问嘛。伊当时甲我访问的时候，我就甲伊讲，我讲咱台湾人阮足善良的，啊，阮嘛拢足慷慨，啊，世界上都有需要帮忙，咱台湾人出钱出力，去共救灾，去共斗相共，啊，为虾米恁国际社会拢当做阮台湾无存在咧？我讲希望恁联合国、恁世界嘛，伫遐看到咱台湾，莫甲阮排除咧外口，互阮参与这个世界，阮会对这个世界足大的帮助。哇，看到你安尼做，其实为咱台湾这个发声啦吼，真正。所以我就感觉就嘛是讲足公平的，足骄傲的，讲咱做一个台湾人，有法度去世界，啊，有法度我这世人我都为咱台湾讲几句啊话，我感觉是足欢喜的代志。是，咱咧讲。过去这个通灵少女的时阵，迄当然是带天命，是爱互问事啦吼。啊，但是你这回这个天命是完全无共款。过去你讲查某的，后摆若要考裁判的，唔免搁受到你过去无公平的这个待遇。啊，亲像咱这个体育野球者啦吼，你因为这件代志摕到这个世界这个奖，嘛是一种天命，为台湾来发声、来发声。系啊，因为你讲古早咧强庙，你讲人斗相共，毋是无愿意。问题是讲咱逐工咧共处理，拢是个人的代志啦，破病啦，啊生囡仔啦，啊迄个谈恋爱，拢是足个人的。啊有当时啊你共斗相共，你会足厌气的，讲有诶问题，毋是心外甲你斗相共，是你家己无爱改变。你家己无爱改变。吼啊，比如讲你医生，你就是爱去食药啊啥，你无爱，你就想讲啉符仔水会好，啊你食头路，你无爱好好去迄个拍拼，啊你就问神讲啊要当时才会发财，啊要去跋筊，我就感觉哇，这斗相共我实在是无法度，我无想要用我的性命甲我的时间咧食，毋过我嘛是共款，我足介意讲有法度咱来斗相共别人的时阵，我感觉讲我用体育。还是用这外交的部分，我做会到。我感觉讲，我搁较想要用这方法来帮助咱台湾，帮助社会。是用着这体育啦吼，也搁有参加这个立心基金会啦吼，其实嘛是另外一种做天命啦吼。是。因为我迄当阵出资料，其实我拢是咧做裁判啦，做助理啦，读硕士。啊了，因为这电视嘛，通灵少女迄个前后的时阵，就变有名嘛。啊，伊有名的时阵，我就想讲，我无想要用这通灵，还是这来名声来趁钱。我家己安尼趁钱，可能我落地，我就感觉讲，这是我上讨厌的代志，啊，我用这来趁钱，安尼怪怪。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做社工来帮助别人，就是讲用我的知名度，阮的工课就是讲，我甲社会。捡钱啊，捡物资，啊，咱才来个需要的家庭安尼。我感觉我用我的知名度来做这，我感觉会较快乐安尼。先开始做的时阵有困难无？拄开始当然较辛苦啊，因为大家管的时阵毋知影讲要管啥，所以有当时变做摒扫啦，厝诶无爱除的啊，粪扫啦，迄个内衫内裤啦，用过拢食过的物件拢捡来安尼。啊，你着爱我着。
用我的知名度，我嘛定定去电视顶讲你若要管，就爱管人需要的物件，你毋是咧清你的粪扫，毋是咧清这个厝内歪地的吼。啊，这就是慢慢学习，啊，这阮这逐个月拢有法度斗相共上少700个以上的家庭，啊，佫有提供咱受暴的妇女啊、查囡仔有通咧食头路，辅导因遮食头路了去佫找外口的头路，我是感觉讲这足有意义的。其实讲到这个。真侪咱日新区会关怀这弱势啦吼，真侪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其实咱第一线这个社工人员，伊过去嘛读着这个社工。嘿，我大学就是读社工，因为迄当阵我其实高中1年，我就咧公庙咧共斗相共。啊，迄当阵高中要毕业要考大学嘛，啊，大学我就毋知要读倒去考，你知影？因为真正的啦，我也要做公庙哦，我也真正要收钱吼，收现金。袂欠小，搁免扣税。是。对啊，我也真正要靠这趁钱，然后趁少一个钱，所以我大学就毋知要读啥。伊古早因是甲我考劝讲吼，你着靠这趁钱就好啊。啊，毋过我就感觉讲，我搁戆哦，搁甲阮爸母讲，啊无大学咱就莫读，我就安尼收钱好啊。啊，阮爸母讲袂使啊，一定要去读。嘿，伊讲现在上少，大家拢嘛读大学毕业，啊，伊搁讲我读资金啊，我是会晓读，毋是讲袂晓读。伊讲阮爸母就讲吼，伊是无赞成，阮爸母是无赞成讲我用这通灵趁钱啊。因是感觉讲共斗相共会使，啊趁钱安尼，敢若业障安尼吼，毋通啦嘿。啊，所以阮爸母就讲，啊无你读大学，啊读毕业了后。你才决定你要创啥。啊，我当阵大学咧经的时阵啊，经迄科系的时阵，就天天讲，有这个叫做社工系，社工是一个帮助人的专业。我想讲，啊，我通灵嘛是想要帮助人，啊，在读这科帮助人安尼拄啊好，所以我毋才去读社工。啊，结果我去读社工了，我才感觉讲，我才了解学习到，因为我读心理啊、社会学啊，足侪。我就感觉讲，我就了解啊，讲你帮助人，毋是干那讲，一个方法，毋是讲干那有钱，还是讲干那有物资，你爱有几套的方法，甚至讲，甚至讲你爱安怎改变这社会政策啊啥，毋是讲你一个人戆啊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了后，所以我迄当阵，等到我读大学了，我就咧思考，我讲我真正安尼咧公庙，真正有法度人斗相共，甚至讲我当时感觉讲怀疑讲我咧引袂入的，就是讲。拄开始遐无遐尼信的人无，因为咱共通灵啊有效了后，然后甲伊指了，嘿，人就啥物代志拢咧问，我就捌一个头家啊，伊拄来问，是问迄个公司的代志，了半年了后，伊甚至会甲我问讲，我即个月我迄个眠床吼，枕头爱囥对向。爱安怎刷就对了。我就足艰苦啊！我就讲，你古早来拜拜的时阵，你大头家你嘛是为啥物拢无开始拍拼？为啥物你到今仔来遮拜拜？拜半年，你连要困对向，你拢无法度决定，是，对毋对？家己迄个能力煞无。咱人生是嘛爱认嘛爱信，就是讲生命会当共保庇，共迄个有当时啊，共人迄个。指点，毋过上重要是咱家己爱去拍拼，而且讲咱人每一个人拢是会拄着困难，咱拜拜是讲有咱一个平安，有咱一个力量，毋是讲你啥物代志困难拢甲我是，我添你油香，你着逐项拢爱甲我处理掉。所以我迄当阵读大学的时候，我颠倒就想讲，无我感觉我安尼毋是咧共斗相共，我咧引袂入的，互人搁较迷信安尼。所以我迄当阵我就决心啦，我讲我大学毕业，我看我同学安尼，逐个拢咧参详讲毕业了后要创啥，有诶要食头路，要结婚要创啥，逐个拢有家己诶人生，我家己无，我拢咧处理别人诶代志，所以我就决定讲，无我大学毕业了，我无想要搁通灵啊，我要。过我家己的日子是，所以迄当阵即读的即个社工，尾来用伫即个立新基金会内底啦，吼，真正真合用啦，吼。啊，拄着即个状况，咱嘛讲着，其实咱台湾哦，每当有13万件即个家暴的即个案件吼，恁安怎去辅导啦，吼，即个少年朋友，还是讲即个妇女的即朋友？这看伊的状况，有诶较严重，啊有诶无遐严重，无遐严重的可能就是咱敲电话，啊，甲伊讲你有啥物权益，啊有诶较严重的，就爱有诶。就直接你去阮的 shelter 庇护所，遐是秘密的吼，袂使互迄个因翁还是因男朋友去找着。咧遐内底，阮有爱斗相共讲，有爱拍官司，有诶爱离婚，还是搁迄个小过迄个
个囡仔迄个降护款，啊，囡仔爱读书啊安排，啊了后佫有安排伊讲到3工找头路安尼。所以咱嘛看到拢有协助啦吼。啊，咱现主席咧，因为你较早读社工，啊嘛看到这个第一线这个社工人员，因这个现主席因所拄到可能是资源啊，是倒位较欠缺嘛。真正目前来讲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社工的教育啦，教育因为咱社工就是你一毕业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有当时你无好一个人像我搁去进修，提升，还是讲有好的督导 supervisor 有通甲伊建议啊啥的时阵，伊会变做做甲唔知讲家己咧创啥，佮敢足忝的安尼。是，这嘛是社工，即嘛现主席所拄到这个问题。对啊。所以改善这个问题，可能嘛是即嘛同重要的这个。嘿，我是感觉讲，除了政府正是有讲爱甲社工加迄个薪水啦，我是感觉讲，不管伊，因为社工嘛是劳工，你嘛是人，所以比如讲，有的社工是24点钟on call的，伊讲你安怎调整讲，社工你嘛是爱休困，嘛爱回去进修，啊，当然啦，你嘛是爱甲伊检验，就是讲做了无好的，你安怎甲伊斗3工互伊，做甲更较好，啊，还是伊伤忝的，你爱互伊休困等等，就是讲，毋是讲干那。你嘛是爱互伊粮草，啊嘛是爱互伊休困，啊嘛是爱互伊要求。比如讲，你爱甲伊当作伊毋是干那爱心尔，伊是一个专业。对，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专业安怎去甲伊落实啦吼，就是爱互伊有好的这个薪水，嘛互伊这个提升的这个管道，啊，搁甲这个专业实行落去，咱台湾这个社工这个建构才会当完全吼。继续要带大家来看讲咱的这个碧君啊，Sophia， 伊伫这个物资了后，其实立新基金会明年可能有另外这个新的这个工作，伊的这个志向2020年，下面咱做来看。真侪人对刘碧君的印象是迄段伫强庙的日子，不过现在刘碧君其实已经行出家己的路，伫推展野球运动、宣导性别平等这方面，找到家己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嘛做出家己的成就。刘碧君讲，伫强庙看到的拢是球，但是伊家己的人生无想要用球的，爱靠珍惜感恩来奋斗。而且我就感觉讲吼，咱人的是足无重的啦。你当时要破病，啊，当时要出啥物代志，甚至当时要死，歹讲啊，观察底死无底留啦。所以我就感觉讲，哇，我这世人我无想要这嘛求，迄嘛求，我这世人就是我拄着啥物代志，我尽量去做好。啊，我爱珍惜啥？珍惜讲爱我的人，啊，珍惜我已经有的物件。你安尼想的时阵，颠倒日子较快活。吼，啊，咱就爱，莫讲灵魂啦，就是讲。你接受咱命运的考验，吼，咱就爱感恩的心来去奋斗，你颠倒安尼日子较好过。人的一生会拄到真侪困难爱面对，如果袂当知足，就算甲身边求搁较侪拢无效。刘碧君用伫强庙看到的来提醒家己，若是有想要做的代志，就爱马上去做。我就常常甲家己讲啊，我若今仔日困过，我嘛毋知影明仔会使爬起来无吼。所以我就想讲，莫去计较，莫去算遐尼济，算讲我明仔载后了。你要创啥，咱就去认真去做，啊，莫讲咱去欠人啦，莫去借钱啦。你有法度有才调，咱就认真去做，你就当作逐工拢是上尾一工。嘿，啊，有当时你做决定的时阵吼，莫以家己的利益算在头前的时阵，做决定拢足简单呀。无计较，认真做。刘碧君毋但是台湾头一位野球的女主审，伫野球运动的推广嘛有真好的成绩。毋但获美国的杂志评为是2018年国际体坛上有影响力的女性，同时嘛得到国际奥会女性体育奖的肯定。伊毋敢讲家己做甲真好，颠倒是开始学会晓如何接受失败。慢慢来看的时，有算奖金啊，我嘛有足想要做的代志，毋过我做无好嘛有吼。啊，为啥？比如讲我推动运动啥，啊有当时爱种钱啊，是讲这咱在做迄个立新家部的服务的时阵，有当时你嘛会足失望的。毋过为这过程当中，咱就是学习讲啊，咱就是一款米是半样人哦。你袂使一定用你家己的想法，想讲别人一定爱安尼啊，去学习讲咱爱接受足侪款的迄个
可能，啊嘛要尊重别人的决定。刘碧君目前已经完成这个阶段社工的任务，未来除了继续徛裁判，嘛计划成立运动协会，提升社会运动风气，更加希望落伫社福机构头前，用运动改变弱势囡仔未来。迄个天明团女赛君主成人刘宏德，今日继续要来访问咱的这个碧君 Sophia 啦吼。其实你这本册或者是我的后通灵人生啦吼，所以这个后半段人生后半段打开始尔，要做的代志要真济。其实要2020年要做的有一件重大的代志，或者是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啦吼。这个协会是哪要成立？你的这个志向甲意志是啥物咧？是，多谢。我遮咧日升，其实我做咧无助中心啊，就是做这平台，我是做了足欢喜的。啊，只是讲，阮逐项拢见识了差不多啊，就是逐工创啥，拢用好啊。所以可能我的个性就是较爱挑战的啊，我就感觉讲，啊，你逐个拢做了顺啊，敢若无需要我啦，就是。你的角色已经完全啦，但是爱去继续输这个天命，爱去完成。我就来做。因遮拢有法度家己handle啊，我就来做无人做的代志，嘿，所以我就做到今年年底，我按算讲我，因为我遮读博士班嘛，啊，另外因为甲遮 AIT 啊，甲遮国际单位吼，拢有一寡计较，我是讲咱台湾。外交这方面哦，嘛需要人看见。啊，我既然我有这资源，啊，咧国际上人嘛知影，啊，定定甲我邀请，啊，为什么咱无爱家己继续来做？啊，我世界看到台湾，啊，而且都用我家己运动的精神。因为我感觉讲吼，我做者我的态度啦，啊，我的精神哦，拢毋是读书读来，我拢是运动的时阵学习到的。比如讲运动这个代志，就是讲你就是逐工你爱练习，吼。啊！你比赛的时阵赢嘛爱欢喜，啊输你嘛免伤艰苦，哦，啊赢免伤骄傲。其实这人生拢共款。啊，你还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态度的时阵，我感觉不管做啥拢会成功。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运动，我变做了后的人生，我甚至是算袂歹。我现在足感恩的。我想讲，我想要用我家己的这经历、家己的故事，我来鼓励其他的少年囡仔。嘿，我定定去大学演讲，我就也讲，咱人你来找到你人生的目标。嘿，啊咱来，不管是学习啊来运动吼，来不管是帮助家己、帮助别人，所以我的协会就叫做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就是运动是好事，运动来做好事。嘿，咱来继续帮忙，咱台湾。较有欠的囡仔，啊，透过这运动，有法度读册，啊，有法度变做对家己吼较有自信、较健康。啊，国际上呢，咱共款，咱嘛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女性，啊，那有遮济世界通好尊敬咱台湾，看到咱台湾实力。有影啦吼，因为你尤其讲吼，这个囡仔人有当时吼，甲鼓励讲，你都爱拍拼啦，你都爱骨力啦吼。男士啊，啊，无要做，但是吼运动。嘿，因为你看我拍球哦，我甲迄囡仔讲哦，讲你平常是讲啊，你迄个家己你爱运动啊，你饭爱食完啊，你青菜爱食啊，你功课爱写，讲叫袂叮当。啊，我也甲伊讲吼。恁小弟吼，这青菜3项吼，拢无食完，啊功课无写的吼，小弟迄个拢袂使上场拍球。我甲你讲半点钟，大家拢食啊轻声生气，嘿，所以你爱有囡仔一个目标，嘿，动力讲我期望我学一个目标啥，伊才会骨力，伊才会拍拼。运动绝对毋是浪费时间。运动了，你透过运动，你更较健康。啊，你运动毋是家己一个，你更甲别人做伙，甲别人做伙时阵，你安怎甲人协调，甲人合作。我定定讲吼，咱有当时工课吼，拢拄着足讨厌的人。啊，如果你讨厌归讨厌，你袂使甲伊无讲话啊，你嘛是要甲合作。这运动嘛是共款啊。团队这个精神。嘿，团队精神。所以我感觉讲运动真正有咱
带互咱的帮助足大，毋是讲敢若摕到金牌。金牌迄敢若是一个奖啦，但是咧后壁迄个精神，这个过程安怎去这个执行，这是这个重点啦吼。啊，尤其头拄仔这个 Sophia 嘛有讲到啦吼，其实透过这个好事协会啦吼，好运动好事协会，其实会使推测到咱的这个外交这部分，尤其你讲甲咱这个东南亚吼，直接是真济啦吼。你像我最近这半年马来西亚、韩国啊。印尼拢有去啊，嘛是去协助因啊，就是国家嘛有甲我邀请，我就感觉讲，咱会使拍咱台湾的品牌，对不对？咱这是外交，咱甲因斗相共，你对咱台湾嘛是会有感情，安尼。啊，咱外交都是安尼来，外交都是安尼来啦，吼，就是咱这个透过运动，咱讲这个野球是咱台湾的这个国球，嘛会使透过这个协会啦，吼，继续行出去啦，吼，唔那干那是咱台湾家己看讲，看野球、看运动安尼尔，是会使透过这个运动这个实力，甲人做直接，甲人做关怀安尼吼。继续咱要讲到这本册，你讲这是我的后通灵人生啦，就是你头拄冇讲到，这10几年来你的这个转变了足济，你嘛看到你的这个转变。啊，你感觉上差别的所在是伫倒位？上差别的，就是我感觉我头前几年，我就感觉讲人生时间足短，所以咱都要拍拼，爱珍惜讲咱还袂过往的时间，咱都爱较珍惜。我感觉讲我少年时阵浪费伤侪时间，所以我爱补回来。毋过补，足久来了后，嘛有成绩，毋过我无快乐啊。我就等我受伤，开始照顾我家己，啊，看到讲。逐个朋友安尼甲我斗相共，我感觉足温暖的时阵，我才想着讲，对，咱还是无法度去享受咱的人生，安尼遐骨力要创啥？迄拢是零啦吼。嘿，对，所以我出这本书的时阵，就是讲，甲大家分享讲，你面对着你恐慌的时阵，你无顺利的时阵，你要安怎面对？是。啊，搁有咱来安怎合适练习讲，咱来享受咱的成功。甚至讲咱来享受讲你普通时的迄个拍拼。逐工过日子较重要。有影啦吼，逐工过日子。安怎去享受，安尼你的人生才会快乐，才有意义。是，人生要安怎过得快乐，头拄仔你做的这个好代志啦，甲你的天命换一种方式咧做，其实这就是你逐工咧做的这个好代志啦吼。尤其讲咱头拄仔嘛讲到真济教育这个部分啦吼，你即阵嘛有伫咧学校咧教册，上重要这个精神是啥物咧？我就是感觉讲，咱定来讲会去嫌讲，我定定讲啊，唔通嫌台湾啦。大家讲啊，咱台湾啊鬼岛啦啥，讲实在，你若真爱去出国吼，你会感觉咱台湾真正好，够安全。啊，咱台湾人哦，你甘愿做牛哦，无惊袂惊无地通好拖，所以你若骨力做，拢有机会。啊，读书教育够俗，啊，医疗嘛足俗。我是感觉台湾真正是宝岛，所以唔通嫌啦。啊。有当时嘛是看到一寡代志，咱会感觉足艰苦的，讲啊，哪有这个社会事件，啊，哪有人去做这歹代志。我是感觉讲啦，你唯一要改变的方法，毋是用监狱，毋是用警察，上重要嘛是教育。你透过教育，你才有法度，咱来培养更较健康的后一代。所以我是安尼感觉，为什么我想要出书、写册、演讲，啊去做老师，我就想讲。我大概我的演讲，也是我的书，我有法度影响一个囡仔，话伊讲哦，我爱较拍拼，我嘛想要贡献咱的台湾的时阵，我感觉安尼都，这才是天命啦。这才是天命。嘿，你有法度对这社会更较好，这才是天命。是，啊，伫这个课堂顶咧，这学生甲你这个关系是啥物？哎呦，学生哦，有的是嘛是足古锥的，啊有的我嘛是感觉足册的，就是讲，我就甲伊讲啊，我咧甲你教书啊，你搁咧耍你的手机啊，我就定来讲啊，我讲你安尼还袂20岁，你人生搁足长的，啊你正下要耍，你以后就艰苦咯。你爱趁这个时阵搁青春，啊搁咧读大学，啊搁有时间的时阵吼，你爱紧拍拼，不管是读书还是学。英语学啥啊？趁这时阵去学，我讲啊，无你一毕业了去开始上班，这社会就无对你遐友善啊咧。你若做一寡你若做学生的时阵哦，你若犯错，大家讲啊，学生囡仔还有机会对，啊毕业无安尼，啊你毕业还搁要去读书，还是读其他的语言哦，嘛足忝的。你爱趁你这个时阵爱拍拼的时阵，唔通放松。嘿，我定定甲伊讲啊，你若要困哦，有当咧你教室啊，因都咧困。我讲你若要困哦，你等你去迄个观察地时，你会使困足久的。吼，啊，咱趁少年的时阵啊，紧来享受人生。有影。
享受人生啦吼，真正是这个读册其实嘛是一种享受，是啊尤其咱踏入这个社会，才知影这个社会有偌尔这个竞争，要困都无了时啦吼。就是讲头拄仔嘛像你讲的，真正要困的时阵，后摆这个真长的时间通好困啦。所以讲咱真正是来把握着现主时这个社会，咱有嘛讲着你的这个使命。过去，咱讲是伫咧宫庙，伫咧6岁时阵，就向问，互人问明白。啊，15岁时阵，就来问书啦吼。啊，即阵天命是真侪种。头拄仔你讲过，就是亲像这个运动的时阵，较早伫这个运动场，互人讲这个无公平的这个对待，尤其是对这个女性。但是你的天命就是后摆，这查某囡仔要踏入去球场要做裁判，因弄你进前这个礼，后摆就免受着安尼这无公平的对待。啊，佫有立心基金会。在顶顶的在做过这下岗的这个部分啦吼，你所帮衬的这个斗相共，虽然你讲吼，你因家拢做好势啊，因家己会使去 handle 啊，但是你家因这个建教好完全，嘛使去继续落去做因的这个代志。所以你即马2020年上大的使命，就是这个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啦吼，这个协会真正爱甲伊完成落去，因为要互真侪少年人希望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 Sophia 来到咱节目现场，嘛感谢你的这个故事真正是有够精彩啦吼，感谢。谢谢。迄个天命团女赛君主成人刘宏德，今日感谢这个观众朋友收看咱台湾新安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你收看，咱后回再会。